伫台北市大同区的大稻埕一带，清朝时期因为淡水开港的第二次变成上欢迎的物资集散中心，辉煌一时。即摆大稻埕伫大部分人的印象中，无的确已经变成台北市外围老旧城区，也毋过老店拍拼转型，伫政策的推动下，求新求变。求生存，就我伫清朝咸丰年间，就开业的南北杂货行，将菜市的家子啊，定位为台湾 LV 的皮包啊，变成外国观光客收藏伫买热门商品。布行的第二代，无一间变出因老爸少年时期所做的6500领的灰设置，重新整理上架。佫引起流行话题，有70年历史的三哥店第三代接班人创新突破，将传统的点心吹出特殊有路的古早味。大稻埕这几年来，如何经过欢迎再创新局？透过镜头做回来看卖。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故事，透过糕点的陈列，分享给每一个顾客？说我们是维持传统的做法，但是又是新形态的呈现。传统跟创新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一打开的当下，就是哇，往事这样子马上全部涌现出来。不同年代的人对于迪化街有不同的认识跟样貌的认知，这蛮特别的。大稻埕，清朝时期因为淡水港开港，发展甲正兴旺，嘛是上繁华的物资集散中心。经过时代的转变，已经变做台北市外围的老旧城区，也毋过也是人来客去。8年的老店又完请甲掠袂条，生意抢滚。干那3折，那个3，这间已经160年的老店，昨年以运输船队起家，清朝咸丰年间到定经地迪化街。随着商业形态甲世界不的改变，改换以南北杂货配合为主。第4代头家王太钦，伫2013年接手了后，开始转型求变化。一直以来都有卖蒸笼、木饭桶之类的东西，我想说就从这部分衍生下来，所以我就从竹编类的产品发展下来。然后以前的生意形态主要是以批发为主，那我就转成以零售为方向。随着产品的定位对台北市老店在做政策，全新品牌华丽登场，店面翻新，互因正骄傲。这边一走过来就是一间超级黑的店，超级黑，然后东西就是凌乱的堆着。那时候其实小时候我甚至走进来都会有点怕怕的。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把这个竹片一片一片参差不齐的贴上去之后，这也是布置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天花板。特别雅的艺术品配暖色的电火，8年老店变甲真有气质。创新的同时，又愿维持某一种程度的坚持。那最主要是说，我的东西都是生活用品。现在很多文创店、文创用品，它是很可爱，设计也很好，但是并不是必需品。那以我的产品来讲，都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你只要看了喜欢，拿回去一定用得到。这个叫夹子袋，台语叫嘎基啊，嘎基德啊。它原来的名字由来是从英文过来的，到日本的外来语，然后才转换成台语。英文来讲是 GADGET gadget， 小工具包的意思，小工具袋的意思。那日本人的外来语就变成嘎基，然后到台湾在这边南部在讲的腔调又转变，所以嘎基啊，嘎基德啊。古早时代用来买菜的家子啊，为色水、形体、寸尺，拢有真侪改版的选项，主张复古永续，目标伫攻占环保第一的市场。陶器生销路无好的台湾味，一直到出现伫日本旅游杂志，商品的气势甲销售的数字，才有真大反转。有一年，那个杂志社的主编对这个东西看起来，他在挑一个最小的尺寸，他觉得很可爱，就把它放在杂志上面。从那一次杂志刊了起来之后，所有日本人来到迪化街就一定来我们店里买那一个花色，
那因此就从日本红回台湾。家姐伫海外庆典的台湾，伫韩国卖甲下下叫，甚至伫欧美社会流行，嘛增加更较侪独有的元素，开始有台湾 LV 的好名声。顺应时代演进，商品一直在突破创新，流行都在网络时代。100年老店也对着经营社群平台脚步。拿卖物件，更加传送家己的故事。年轻人更喜欢做功课，对，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就很想要把我们的以前的故事啊，或是现在的一些卖的蛮好的东西啊，或者一些很有文化气息的东西，就是分享在 Instagram 上啊，让大家看看。对，因为我们一代一代每个年代卖的生活用品又不太一样，所以自己听了就觉得是蛮有趣的故事，就会想说就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也是感谢祖先有这个基础的店可以让我们使用，我可以一边走一边做一边看一边修改。那刚好说我运气好，有这个店，然后我走的好像都还走的是对的。我觉得台湾人也在经历一个时期，就是原来这个东西蛮好的，其实这个东西是台湾的东西，然后很有特色，也可以代表我们的历史跟文化，然后去更喜欢自己的文化这样子。欧梦，你不要啦！影像的工作者李明辉是生意步行的第二代，伫产业转移正在流失的大时代，伊改做布张商标成立，好过第一批摄影伫暗房洗相片是伊的兴趣。兴趣甲家业会当卡庙甲合作伙，是伊生命中一场意外惊喜。这就是以前女工她们车衣服的工厂，这是以前这些工厂，对。然后呢，其实我想要整理这一个空间，结果就发现哇，很多的衣服都放在这边。6000年好过的灰色纸，让人想起30多年前的回忆。一打开的当下，就是哇，往事这样子马上全部涌现出来，就是啊，以前小时候啊，年轻的时候，学生的时候在工厂工作的点点滴滴啊，哦，这个扣子是我订的啊，哦，那个扣眼啊，我还有先修这个线头哦，我还包装他们。哇，你看阿公那时候进的布做的衣服，哎，哦，一模一样的。然后很妙的是，他还做了短袖的。这个大概都是30-40年前的东西吧，这些都是对。然后以前做一些成衣的那时候的记录，这是以前父亲公司，然后我妈妈设计的手稿，所以他们很好奇说，哇，那个伯格他们做衣服做这么漂亮，把他设计师挖过来，他说。那个客人就说玩笑跟他们讲说，你挖不走了，因为那是老板娘。顶一代经典经过重新整理，搁再上架。第80年代风行，红当作是健康回礼卖的灰色纸，如今是复古青菜潮流。这是李明辉甲人无同传承家业的方式。没有错，没有错，我一直是这样觉得啊。我很自豪的讲说，包括我身上穿的这件也是。30多年前做的衣服，这个老实讲，穿在身上真的不显老态，而且东西也不会比现在的差。像这个就是暗房的放大机，那这是大台的4-5项放大机，还有2台，对。然后这台是徕卡的135的放大机，这边就是我堆放一些相纸的地方，像这边呢就是。我冲洗底片的丝区啊，像这边一些化学药剂跟冲片罐。那你刚问的说那8厘米的冲片罐，就是大概是像这样的东西，然后一些显影盆这样子，一些药剂我都存放在这边。家业经典复古清菜，嘛正兴复古底片的摄影。后一步，伊个想要申请专利。父亲成衣公司所留下来的复古花衬衫，还有怀旧的底片摄影机。按下快门之后，李大哥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也研发了全新的创新技术。3、2、1，好，谢谢。OK， 这边是我的简易暗房。
对，但首选还是不能有量。好，我们放进来让它显影哦。我后来从我们老师那边知道说哦，原来所有的感光媒材都可以用正的方式去冲洗，对。然后我就想到说，那相纸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做结合？所以我才利用就是市面上可以取得的媒材传统媒材来做一些创新的方式，没有人做过的东西。我把它取名叫做明式裁显。其实明式就是跟暗房其实是相反的，因为我们知道做照片都必须要在暗房里头去做操作，但是我们这个步骤呢，可以在暗房外面的地方做出彩色的显影出来，被摄者可以立即参与说影像的呈现，这样子我觉得是蛮感动的。在怀旧经典当中大胆创新，有间已经开业长达70年的古早味点心，如今也有全新滋味。传统中式的三哥啊，基于有路的点心展现。南门市场70年的糕饼店第3代接班人任嘉伦，甲红色电空丘。红阿无发挥空间设计专长，行出传统市场，伫大稻埕开店。因为其实他也始终还是放不下这样的一个，就是从爷爷，然后到爸爸妈妈，然后到他既然他要接，他就想要把它做的，希望可以让更多人会喜欢。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不管客人或是观光客或是游客、访客，他们来的时候，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希望他们可以吃到热的点心。所以我们希望在最好的状态给他们先吃看看。这个都是千层糕的原型去改的，对啊，口味不一样。那市场也没有刚刚买的这个紫薯黑米，这市场没有卖，市场就卖白米，然后对传统口味。决心行无共的路，在经过详细市场调查了后，因做出继承家业的重大改革。那个时候设定就会觉得说，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把它缩小化、精致化，之外也是希望客人他比如说大家一时想要吃好几种的时候，他比较有可能可以选2、3种，然后都可以品尝到。从他们原本大松糕的模子的原型，然后还要找到加工厂，甚至我们还去找了我们还做了3D 模型，去3D， 然后去做雕刻测试，然后脱模之后，发现这个不太行，再回去修正。所以这个前后其实大概花了快1年时间。一方面保留三哥的好滋味，佮伊伫试用全新手法求变化，更加想办法要改变顶一代的老观念。对，一开始其实我们跟他们说我们要做这改变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改嘞？我们这样好卖，不是也是可以这样卖吗？那我们2个其实因为可能就念设计吧，所以就那种反骨的那种使命感，说好啊，既然你们我还是要做出一个真的可以吃的这么小的松糕给你看。少年世代的美食甲努力，总算换来顶一代肯定。大胆创新的同时，嘛有绝对要当拍破的传统坚持。这个模子会尽量平行的敲在这个板面上，不然它歪掉，它的松糕会变斜斜的。对，然后敲的话，其实是用手腕的力量。这样一整天下来大概要做到多少？过年比较忙的话，一天搞不好要大概1000个左右。那平日这种大概1、2班。地粉盘起的吹锣，三哥脱模，哭哭哭。代表孙秋刚制作的声音，当然会传统菜市啊，一路传来到新店面。它有我们说五感的体验，就是香味、嗅觉，然后味觉、听觉，因为它敲的时候都有咔咔咔的声音，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完整的呈现出来，我们觉得才是到位的。对我来说，这个声音很重要，它是一个代表这点心在制作，所以你可以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再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原来这东西它很有趣，它不是单单就是一个只是蒸出来，它其实是还有其他的方式要脱模啊，或是其他的声音的感受，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所以我觉得是
一定要保留下来的。我老丈人就是其实就有点就是笑笑跟我说，现在全台北应该只剩我还在敲手工，然后他其实又有带点感觉好像很自豪，就说就是我们还在做这件事情。他对我来说，好，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其实就有点像是核心招牌的一个声音。除了要做好吃的东西外，我们也希望让客人去认识，知道说啊，原来点心是怎么做出来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觉得蛮有趣，蛮重要。保留传统，延续经典，数十年甚至100年老店，总是修建办馆，创新突围，开创商机。大条岭经过时代交替，新的生活力由外兴旺。